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，即马呢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下暗开始又搁要变天啊。这气温呢是一路安尼下降，北部、东部搁会落雨。伫拜五进前，拢是这款的天气。气象署是预计上悬的时间点是伫拜三的透早，各地气温差不多伫14度至18度左右。另外，菲律宾迄搭这热带性低气压会伫24点钟内，正做是今年第27号风台天琴。 拜一是出日好天的天气，全台日时的温度伫26度至28度。不过对拜一暗时开始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暗时低温降到14度，中南部18度，而且北部、东半部对暗时会开始落雨。尤其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清晨这段期间，迎风面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在大台北、桃园还有新竹这一带降雨几率是比较增加一些，花东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。 也那未来一礼拜温度的变化，气象署提醒未来会有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。第一波影响到拜五，上高的时间伫咧拜二暗到拜三，各地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。过来第二波就是礼拜，温度会搁较降。气象署提醒最近温度会起起落落，民众底衫唔免完全收起来。所以在北台湾这边的话，有时候白天是感觉上比较像是比较温暖的天气，但是呢，在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呢，白天的气温回升又不明显。那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一带的话，白天的高温都还是可以来到25度以上，其实感受上面是比较温暖的。那早晚的部分，各地都会下降来到20度，甚至到15度。另外，气象署也表示，目前伫咧菲律宾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如果伫24点钟之内会形成做风台，虽然未入来台湾，不过拜三、拜四外围的水汽会影响中南部，提醒中南部的民众爱特别留意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